华派出所头前发生随机杀人案，嫌犯那像因为感情未顺，甲人攻击，目前已经移送侦办。苗栗市一个查甫人，那像借手机借无成，转架刀四架恐吓，到尾互警察开枪着伤，送病院救无回来。罗西亚发动上大规模的空袭，破坏乌克兰能源设施，风声若准因果违规，欧美就协调军事行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要来关心的，就是昨暗8点外的时阵，伫台南市南区金华派出所这个路口呢，是有一个查甫人以凶举刀攻击2个过路人，甚至佫入去到这派出所内底。加在警方是赶紧来压制这个嫌犯，这事故也造成3个人受伤，全部送病院治疗。一个查甫人徛伫斑马线，凶举刀出来攻击过路人，规站的过程拢去监视器翕落来。嫌犯举刀一路截，甚至佫撞入去派出所，最后去警察饲伫涂骹。一对互不认识的男女在本市金华路上走斑马线时，遭到一名在附近主体养生馆上班的男子持上班用的竹燎刀，先划伤男子的腹部，再划伤女子的背部。受伤的男子赶紧向派出所求助。案件就发生伫礼拜2暗时8点多，台南市南区金华派出所头前造成一男一女过路人受伤送病院。台南市长黄伟铁事后也赶到病院慰问伤者，佫有走伫咧开刀房外口的家属。就是我本来以为我是被打一下的，所以我后来就走过马路，我回头看，好像那一个人又回去攻击那位先生，然后警察就冲出来。警方初步了解，29岁姓陈的嫌犯是附近养生馆的员工，最近就是因为感情的问题，规工戇神，举刀家己嘛受伤。就温和和的这样子啦，平常的时候也是温和和的啊，你跟他讲什么，他也只是回答这样子，他也不会说很激进这样子，也没有攻击倾向。代志就发生伫咧派出所头前，警察第一时间冲出来压制嫌犯，才无造成严重的后果。嫌犯的犯案动机详细搁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这件随机杀人案的根据了解，是一个29岁姓陈的掠灵师傅，那像就是因为感情未顺，转举刀甲人攻击。这个嫌犯呢，互人掠到了后，而且佫毋愿配合调查，警方透早是成照伤害罪，甲伊移送侦办。回民中嫌犯互军来警察压力，台南市南区金华派出所头前拜二暗暝8点外发生一件乌白杀人的案件。19岁姓陈的查甫人提工课用的卡料刀攻击过路人，造成2个民众受伤。警方伫测试透早以伤害罪甲嫌犯移送地检署侦办。台南市长黄伟铁嘛肯定员警及时处理的表现，到警局慰问。例如前往的就直接往前抓住对方，使出那个大外割的方式，把对方压制在地面上，然后后续就同仁都陆续上来把对方压制。还不了解这个凶嫌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武装或是手持多少凶器的情况下，就奋勇冲出来，然后在第一时间就制服了凶嫌。好，这个部分我们代表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感谢我们派出所同仁。警方指出，案发当时，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人行伫过路线，双方并无熟悉，所凶互嫌犯用差不多20公分长的手卡刀攻击。查甫是巴肚着伤，那查某是脚趾片拄着伤。送医时阵拢有意识清楚，即阵拢伫新台病院咧治疗。女性患者伤势稳定。男性患者目前于加护病房接受密切观察及积极治疗。初步了解，姓陈的嫌犯是台南人，是兼咧做掠脚底师傅。犯案工具是工课咧用的家私。嫌犯那像是因为感情问题、精神状况无稳定犯案。不过到达也是唔愿讲出动机，相关细节警方搁咧厘清。嫌犯的比较不配合的部分呢，他这个回答大概都以单字来回答而已，就是没有。愿意要做相关的陈述。好在在迄阵派出所警察反应真紧，伤害无扩大。市府是表示会继续强化各项社会安全措施，提升市民生活安全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高雄美浓这件大劫局的这个案件呢，已经终结。即马社会上除了是关注后手的判决以外，也真关心这大劫局到底是当时才会当开互原底的模样。市长陈其迈是表示讲，会要求邢伟林来负责，若准无做，安尼就会强制执行。
面积大约1公顷的农地，因为头过甲头倒，将做20米深的窟窿，都被输一个乌同款。高雄美浓成功大的农地，去年8月逼出头过农地乱倒废弃物的代志。喊过的画面，和各界口舌讲这是美浓大结局。叫头地检署查3证嘅起诉，真正因为检方侦办证据保存的问题，大结局被当作回添，敢若用裤擦板围起来，避免发生意外。即卖已经起诉啊，地方也关心环境当时要恢复。对此市长陈其迈讲，会要求行为人爱负起责任。按照废清法的规定，这个地主还是行为人，伊拢爱负责甲这土方爱甲伊清除，去其他适当的地方。若假使伊伫限期内，伊无进行清除，安尼阮市政府会要求伊爱强制执行，并且阮会扣押伊的财产来进行强制的处分。市长官保证一定会要求行为人赶紧去回填，甲土地恢复原貌。不止个环保团体建议，回填的过程，市府一定要做好监督的工作，确保回填的是好土。若无对亲像以早基山红头大路地拓晒的代志，落尾又阁是一场环境的大灾难。政府在现在讲都说再利用，你也必须要严格的控管。那我们是建议政府说，你从所有的登记的厂商的税籍资料下去追，就是跟着金流走就对了。不然的话，这样的事情会一再发生。陈其迈强调，美浓成功大土地红头倒废弃物、污染阿妈土角、庄仔角等等的物件，进前已经按照废清法对行为人罚300万，后续会严格要求行为人进行回填动作，若无对查封财产强制执行。记者柯亚朱教育高雄场报道。来关心公共安全，这是中华的天空游戏场呢。去年10月的时阵是相煞发生这鼠流龙吊伤的意外，其中有一个伤者是来指控县政府这态度无够积极，干那要来赔一半的医疗费用尔。那县政府是回应讲，这公共意外保险呢是照这事故的原因甲这责任的比例来赔偿的，所以后手会阁继续甲保险公司来沟通。救护车赶到位，赶紧甲厝流浪受伤的民众送去病院治疗。去年10月，中华天空游戏场拄开幕无偌久，就小连续发生民众厝流浪受伤的意外。其中一位厝流浪甩手回去的老小姐表示，中华县政府线后的处理态度真消极，互伊无法度接受。那时候有承诺说，我的医疗费啊、看诊啊、复健的费用，他会去负担。可是后续变成这样，后续只愿意负担我的医疗费的3到5成，他说次责是他们主责在我身上，你自己要花的，受伤是你这样子。受伤的老小姐表示，县府建设的游戏场当初说1天内有2位民众受伤，目前现场嘛当咧时间改善，认为当初流浪的设计应该都有安全上的问题。县府相关处回应，游戏场当初拢有照规定，通过验收才开放，民众的赔偿嘛拢有照程序咧行。公共意外责任险这个理赔需要依照事故的原因以及程序来赔偿，那后续我们会持续跟保险公司争取沟通这个医疗的费用。那目前刘小姐已经向本府提出国赔的申请，我们会协助刘小姐在国赔程序中的审查跟说明。县府相关处表示，医疗费用的理赔会继续和保险公司沟通争取，嘛协助受伤的当事人申请国赔。发生意外的流浪每段空地啊，原本设计有135公分，符合国家规定的28公分以上，即阵的时间要增加到245公分，互民众会当更加安心，嘛打算伫2月14会重新开放。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伫新竹县新埔的文山路这段呢，是当地上班时间的重要车路。也毋过，昨下早的时阵，煞发生一件事故。这原因就是闪黄灯的这个号志熊变做是红灯，了后又搁转做是青灯，有2台车闪袂赴转，安尼弄做伙。而且呢，后壁迄台车这车内坐的，哪像就是非法的移工。伫个事故发生了后，全部拢走了。上班时间，民众驶车准备通过闪黄灯的路口，毋过煞熊一秒变做红灯，驾驶赶紧打灯啊！结果后一秒红灯又搁变青灯，害后壁车闪袂赴，直接弄到头前车的后斗。代志发生伫新竹县新埔的文山路，民众讲这种青红灯的设计实在真惨。那状况真的太离谱了！你那个灯号，我们都照着那个灯号在行驶的嘛，你这样1秒变黄灯。然后1秒又变绿灯，那你这样驾驶人根本没办法开车啊！
除了青红灯的问题，这件代志发生了后壁，甲人弄到迄台车顶悬，车顶若像是有几个倒翼活住伊讲，车祸发生了，人就走去。敢若剩互人弄的驾驶留伫现场，驾驶也真无奈，唔知要找啥人讨赔偿。后置的问题，他时间判断问题，然后就又遇到造逃的是逃逸劳工的话，会没办法去追究责任，要哪个单位做负责？因不明原因追踪2台自小客车后逃逸，造成一驾驶轻伤。本分局将持续调阅监视器的画面，以厘清肇责，并以公共危险罪及过失伤害罪移送侦办。警方指出，刷落去除了会调监视器掠出掠死的民众，以公共危险罪和过失伤害罪侦办以外，还针对路口的青红灯进一步去了解问题出伫倒。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再来看，昨下晡4点外的时阵，伫屏东的这个核三厂呢，有一个查某人是因为骑车冲红灯，这警方要甲砸车，伊毋但是甲车挡伫路中央，而且呢，佮落车走互警察了，佮有举这个武士刀甲人相对上。后来警方呢是增加人力，才总算甲伊抓起来。落尾发现这个查某人，就是去年去互人判刑17档的毒品通缉犯。警员280随约过去，骑红色奥多巴的查甫人，因为弄红灯，警察要甲抓落来，伊毋但配合，规气直接甲车挡伫路中用走的。警察外头继续约到巷仔内，嫌犯居伫路边，警察想讲伊会配合调查，想袂到。快走！快来！6栋高需要支援，嫌犯持刀在核三厂对面。刀放下！卖单！卖危险！危险！腾来！嫌犯提出藏伫身上的武士刀，甲警察相对上，要求警察毋通挖近，现场气氛紧张。落尾警方增加支援人力，才甲这个查甫人压制。伫身躯顶有销出食毒的工具，一包4盒仔，甲用过的毒品分弹4个，佮有1支武士刀，甲伊送地检署侦办。在恒春镇南湾路段，见一男子形迹可疑，上前盘查，该男子竟持武士刀抗拒且伺机逃逸。全案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妨碍公务、毒品冬季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经过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姓杨的查甫人71年厝，是毒品通缉犯。顶个月才互判17年的刑期，应该爱去坐监，煞落跑无去报道，互警方通缉。昨因为弄红灯引起警察注意，甲伊抓起来，互伊接受法律的制裁。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另外，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大先来关心的，就是这伊朗甲美国呢，即马是当要来推动核谈判，结果煞又搁起冲突啦。这是一只伊朗的无人机，是因为挖进这美国的航空母舰，结果去互甲拍落来。也搁有这伊朗的革命卫队呢，是去烧了美国的商船。虽然讲即马双方也是有起冲突，也毋过北京这方面呢是表示讲核谈判也是会照计划进行。美军车3伫阿拉伯海 EF-35C 运行战机，甲一只伊朗夏德139无人机射落来，美军无人受伤。美军表示，当时这只伊朗的无人机当咧接近林肯号航空母舰，同一时间，伊朗甲美国当咧安排核协议谈判。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讲，美军敌向伊朗，若是无法度达成协议，可能会发生无好的代志。These talks, as of right now, are still scheduled. Of course, the president has a range of options on the table with respect to Iran. As commander-in-chief, I think they learned that quite well last year with the strike in 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 半暝当推是去年美军毁掉伊朗核设施的一场行动。无人机事件发生几啊点钟了后，又搁发生另外一件冲突。美军表示，伫荷姆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去烧掉一只美国注册、美国军援的商船。当时2只伊朗革命卫队快艇，甲一只伊朗的无人机接近，威胁要甲船扣起来。因美军飞弹驱逐舰麦克福尔号拄好就伫附近赶去护送。中东的局势愈来愈紧张，不过目前也无代表讲谈判就一定讲袂成。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甲伊朗的会谈按算伫咧初6、拜5，伫土耳其伊斯坦堡来举办。伊朗总统菲泽斯基安也表态支持一场公平对等的谈判。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
咱来看这美国联邦众议院是来通过预算协议，来恢复国防、医疗也有教育等机构的资金，而且呢，佮提供这国土安全部门2礼拜的短期预算。不过，其实除了这预算的增期以外呢，美国各州这选区买来定位也引起双方对答。美国联邦众议院以217票对214票，惊函通过跨党派预算协议，化解最近这4天政府停拍的危机。这项法案唔能让大部分的政府机关恢复运作。共和党籍众议院长蒋森也认为讲，这是一场大胜利。不过目前半钱敢会当解决96%的政府资金，牵涉到移民这块国土安全部的预算，两党犹原是交锋对垒。President, the White House have engaged in good faith with Democrats in the Senate, and they've said they would negotiate on the final bill, the Homeland Bill. And you might say, well, now that 96% of the government is funded,It's just 4% what's out there, but it's a very important 4%. 就算讲预算过关，针对国土安全部的资金，民主党内部犹原是无共意见。真侪议员拢对川普政府强硬移民这块感觉无妥当，特别是顶个月伫咧明尼阿波利斯发生联邦人员枪杀公民的事件，引起强烈的反弹。The Congress needs to rein in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That's why I voted, and so many of my colleagues voted against.Funding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政治恶斗的气氛也对华盛顿地区拖到各地方选区定位争议，加上激烈的政治攻防，已经让民众感觉野心。共和党主导的德州州议会最近定出一版国会选区地图，外界认为讲是要带动川普共和党的选情。不过，这样变动却造成真侪非洲的拉丁裔社区向切分开，加上补选、初选连续举办，真侪选民根本就唔知影即马是要去倒位投票，影响权益。The redistricting, the boundaries, and the temperatures so high with the political rhetoric, and a lot of people really actually checked out. This is causing concern and confusion among some voters because they are not sure if they still live in the district under the new boundaries, or if they will have to vote in a new congressional district.预算案送去川普签名，联邦政府的运作暂时恢复正常。不过，对国会移民政策到地方的选区争议，政治的混淆恐惊短期是真好解决。公司新闻郑为人编译。美国太空总署在阿提米斯2号射月亮的这个任务呢，尚无是延后1个月的时间，原因就是因为在咧演练的过程当中，有发现这氢燃料漏泄的问题。包含3位美国以及1位加拿大，总共4个太空人要飞往月球，即马就要留伫地球一段时间咯。美国太空总署初3表示，这礼拜1也就是初2的关键发射前7次，有发现一项问题，所以宣布任务执行延后至少1个月。这项7次或者单式演练。It allowed our teams to test all the systems required in the all-up configuration. I think it's clear based on what we saw in real time, we're now targeting no earlier than March. 同日伫佛州甘乃迪太空中心单式演练开始了后，大约1点钟，团队开始为火箭加油，侦测到大型太空发射系统火箭氢气泄漏。When we picked up our first leak in the TSMU in the cavity, which is where the flight and the ground plate come together, and it's that cavity in between. Due to some of the signatures that we've seen during Artemis 1, our leak rate was a little bit higher, somewhere in around the I would say 12 to 14%, and determined that 16% was an appropriate leak limit. 另外，这个演练佫发现载人的6号座太空船压力调节密物出问题，关闭舱门的时间嘛超出按算。伫寒冷的天气，必须摄影机以及通讯频道音讯断去。美国太空总署 NASA 表示，安全永远是上重要的。迄天无安排太空人进入太空船 ，NASA 还佫需要进行另外一届的单式演练，才会批准太空人登舱。阿提米斯初2射月任务若是成功，将会是人类对1972年最后一届阿波罗登月任务以来头摆登返月球。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伫去年年底呢，西班牙是来完成全世界头一个由这安乐死的死者所管出来的这个面部的移植手术。这接受者呢是一个去互糖加着叫做细菌感染害面的这个组织害气的患者。即马经过复健了后，恢复的情形是真好。这个查某患者接受过面的移植手术，伊伫巴塞隆纳的希格伦国大学病院医疗团队陪同之下，手术了后头一届公开甲大家见面。伊感谢观众者甲家属，嘛分享开刀了后的心情。
Sé que estaré bien porque tengo que estar bien. Entonces, pues ahora toca hacer mis deberes, porque ellos ya han hecho todo lo que han hecho y están ahí dándome soporte. Pero claro, yo ahora tengo interés en volver a gesticular normal, como era antes. A mí me gustaba mucho reírme y ahora me río, pero con una risa un poco así rara. 虽然面的表情甲讲话小可硬正硬正，毋过这个患者手术了后，经过4个月复健，总算会当讲话甲食物件。2年前，伊去有汤拖顶着，伊的面引起真严重细菌的感染，医师甚至无法度正常喘气，因为伊的情形真激烈，无法度透过一般整形外科技术来治疗，所以医疗团队决定甲伊做医师面的手术，用一个在生就同意器官移植安乐死捐赠者的面，而且病院嘛讲出捐赠者以支持捐器官的初心。Y lo que expresó con las limitaciones de su enfermedad es que la gran felicidad que le daba pues el poder no solo donar todos sus órganos, no solo donar todos sus tejidos, sino también donar la cara para ayudar a todas las personas posibles. 这届手术动员超过100个医疗人员，经过真复杂的显微外科技术，差不多24点钟才完成。开刀的团队都要确认所有的筋膜、神经等等的结构，拢要准甲接起来。而且医师面的手术比对的条件相对较严格，毋但血型一定要同款，头壳大细粒嘛要差不多。在西班牙伦理上嘛规定性别要同款才会使。嘛因为这届是安乐死的捐赠者，甲传统捐器官有紧急的时效性来比，医疗团队有较侪时间来规划，而且在手术进程做3D 的模拟，有关医师面的器官的历史嘛写出新的记录。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继续等来看咱国发会一个主委叶俊显呢，伊是表示讲，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这目标呢是设定伫4.56%，而且 GDP 是42170块的美金。虽然讲这经济的表现是真好，也毋过其实呢有真侪人认为讲根本就无感受到。也那联电银行是表示讲，这 GDP 买到这个美金42000，有可能是爱科技业、金融业，也是讲做医生的，安尼较有可能。国发会举行年终记者会，各界关注台湾人平均 GDP 今年敢会当继续超过日本、韩国。国发会表示，台湾人平均 GDP 为2011年的20866块美金，当年提升2021年提悬到33111块美金。主计总处有估今年有希望来到40951块美金，超过日本、韩国。也毋过国发会将目标设定伫42170块美金。只要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有达到2%的话，那应该就是蛮有希望，就是说会上4万点左右。每一个工作都有不一样的薪资阶段啊，对啊，所以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标准。大家体感一般来说应该80万就很多了吧？对啊，那你说126，那落差蛮大的啊。对2026年，一人平均 GDP 要挑战42170块美金，不少民众讲无感觉，连着专家认为，要达到一人平均 GDP 42170块美金换算落来，相当危机要达到10万台票。以今麦就业市场来看，恐惊只有科技业、金融业，也是医师专业人士才可能达标。对服务业来讲是天顶星，除非是这种餐饮业啦的这个储备干部才有机会年薪破100万哦，不然其实如果以月薪3-4万来换算的话，可能一年年薪也大概只有50到60万的一个这个水准。除了一人平均 GDP 会超过4万美金，观察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统计总处去年11月预测3.54%，不过国发会预期经济成长率会当提升0.57个百分点，来到基准预测的4.11%。若个大上积极政策效益，有果会当个提升0.45个百分点。所以国发会将经济成长率目标设定伫4.56%，只是面对这么好的经济故事，煞出现畸形化现象。半导体产业受益 AI 发展导致，一人平均 GDP 4.2万块美金，其实已经达标。反过来看，团产服务业恐惊爱转型升级，产业实力也爱头家愿意为员工加薪，才有机会缩小薪水的差距。记者综合报道。在过新年，伫网络买新衫也要注意诈骗。今年1月时呢，是有4500外件，这当中呢，大多数拢是因为验证迄道天书，互人甲怪去的。另外呢，嘛有人是咧骗人的爱心，伫台北车头呢，是有变身啊骗讲是无钱通好坐车，甲人骗6400块。这个嫌犯也伫今仔日互检方甲伊起诉。
你昨天是不是跟人家借钱？这个姓纪的查甫人，捌予警察抓落来，当场带登去调查。去年伊利用民众的爱心，伫台北车头来去，找旅客借钱。他钱包不见，他没有钱搭车回高雄。这个嫌犯称在讲，伊欠钱坐车，无法度登去南部。大概拢甲民众讨至少1000块，不过拢留假电话，事后方联络袂到，嘛唔还钱。去年佫用同款的步数，连续4个月，甲5个人诈骗6400，即马踢到铁帮，有受害者去报案，测试去互台北地检署以5个诈欺处宰罪罪嫌起诉。就是如果金额太大的话，就会觉得他是惯性在跟大家索取这种金额，然后每个人都问。我没有钱借给你，还的他就好了。诈欺的手路济，根据165例诈骗的统计，今年1月份受害者财务损失，甲前4个月来比，金额拢变较悬，超过70亿。其中受害案件以网络买物件诈骗4500多件上济。农历年前，就是因为大家购物的需求大增，所以购物的诈骗类型也增加蛮多的。那农历的期间呢，诈骗集团他们也有稍微放了一个年假，但是一旦开工了，诈骗集团也开工了。年就要到啊！袂少民众拢会喊物件、买新衫，诈骗的人都是上准这个机会。刑事局提醒，只要伫交易的过程当中，看到金流验证等等的关键字，都要提悬警觉。记者综合报道。而且大家这钱袋啊，一定都要顾好势，继续来看这金管会呢，即马是来有个要来修正这存款的这个口罩相关的管理办法，要增加一寡亲像是有记录的这个口罩，这认定用途拢总是有14项，包括着这客户呢已经互人通报是失踪人口，也是讲互这个司法机关来做是哪像是诈骗的这个金融口罩。要注意啊！就因为亲像不法的科技口罩愈来愈侪，金管会银行局有个修正存款口罩相关管理办法，将科技口罩的认定样态大大增加到14项。阿姨，你这个钱的用途是什么？或者说你这个钱是从哪家银行过来？我觉得这还好。像我们去提钱，他也是会问一堆啊，所以对民众好，我觉得这是一定要的啦。所以民众自己要稍微忍耐一下。按照即卖规定，亲像不法也是显示属于异常口罩，分做两类。第一类口罩是包括揭幕开户显示口罩有烟性管制口罩，要由警方通报，管制力度强，银行会当结清口罩，也是暂停全部交易。第二类口罩是还未确认不法，严格已经出现可疑也是异常现象，制度设定先查证才升级，包括第一期真接申请开立存款口罩，也是设定约定小户，佮无法度提出合理说明的人，也是开户的人留存的手机号码，甲同一间银行内的警示口罩开户人手机号码同款，也佮有客户已经向通报失踪人口，和司法警察机关认为亲像涉嫌诈骗，境内金融口罩等。一方面要达到这些主管机关要求的目的，另外一方面又要尽量的减少不必要对存款户的干扰啊。我想这个涉及到银行在这个中间怎么样去做最好的一种拿捏。金管会强调，银行若伫第二类口罩中的14项太阳，判断出现重大还是级别情况，要自行通报和检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早起7点多的时阵，伫咧苗栗市的南苗市场，有一个姓曾的查甫人，哪像就是因为借手机借无成，转举刀呢，四界甲人恐吓，而且佫来攻击来处理的警察。落尾这警方是开2枪，这件事故呢，拢总是有3个人受伤送病院，落尾嫌犯是救无回来。警察规粒头拢是血，摇刀的姓钟的查甫人就穿倒伫咧涂骹。代志发生伫人来去的苗栗市南苗市场，测试透早7点45分，警察接到通报，姓钟的查甫人疑似是甲人借手机无成功，只会举刀伫咧传统市场行来行去，互大家足惊吓。警察到场大声喊，伊甲刀拼掉，而且佫喷咸椒水。煞尾，这个查甫人竟然举刀攻击警察，警察随开2枪。当下那个在压制他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背对着，我们也很怕突然可能没有压制住的话，其实就往我们这边来了，因为他刀是拿在手上的。他就拿刀子就刺警察了啊，然后我们有三个民众帮忙把他压着啊，然后警察又有开枪啊。
警方讲，这个40岁姓钟的查甫人是苗栗县府列管精神疾病患者，医生攻击31岁姓朱的员警，造成头壳有5公分的空碎。另外有3个民众冲起斗相共压制，另外一个姓李的员警看到安尼，就随开枪。姓钟的查甫人胸坎着枪，不过枪支无穿过，也若协助压制姓罗的民众，去流弹伤着，3个人拢送病院治疗。那个男子持刀向员警逼近，并砍向一名员警的头部，员警随即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对他击发2枪。钟姓男子左上臂、左胸、左腹部有伤势，罗姓男子左手有伤势。目前2位男性伤者都在本院开刀房接受手术治疗中。嫌犯倒平的手、胸坎、腹肚拢有伤势，手术了后要是不治死亡。另外2个拢无性命危险。详细犯案动机，警方又搁咧调查厘清。苗栗地检署已经指派检察官指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高雄呢，有2台停红灯的车辆，向互后壁这修路车甲弄起哩。3台车驾驶拢无驾照，也毋过起诉的这个呢是有食毒，而且伊的车顶嘛超着松酰酚弹。你的啦吼，有咧用无？高雄警方伫肇事驾驶的车顶找到2级毒品的土米地。这名27岁谢姓男子初时拍不光驶车伫民族1路时，弄到头前停红灯的2台车，加载无人受伤，3名驾驶拢无酒精反应。谢姓男子毒品快态却测出阳性。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令本案已依法对谢男进行尿液裁剪，待鉴定报告结果再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嫌毒驾。高雄旧年有1258件食毒驶车，那加上1月134件，共买1400件。屏东伫初3下晡嘛发现一名查甫弄红灯，早落才发现嘛是有食毒。食毒驾驶逐年增加，2023年全台267件，2024年已经抢到2000多件，去年1月到9月已经超过5000件。警方采喙瘾快筛进行第1阶段的检验，新型毒品愈来愈侪种，嘛有民间教育监督团体建议采2层式检测甲通报制度。意向质谱的一个分析，这个分析的话是目前现在有些像慈济啦、台大啦，他们目前现在都有这些相关的仪器，那这个仪器就能分辨出一些依托米酯还有新兴的毒品。那这个在澳洲目前现在就这么在做，所以我们台湾其实不能落后。国告明表示，新型毒品可能影响校园，食毒驾驶嘛会造成公共危险。这个新型毒品成分侪种嘛一直换新，快筛验料等等的传统检验，恐惊会出现真可疑煞阴性反应的落差。若会当配合更较精密的仪器，会当减少误判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有环保团体一个即期讲，这汤圆大潭的海岸呢是受到天然气工程的影响，当地这土沙是愈积愈多，对这酸湖的生态是造成威胁。虽然讲伫会勘了后，甲中油是有共识，也毋过因也是呼吁中油对这生态影响千万毋通放外挂。天普光探考楼的时阵，随时透早环保团体和相关单位进行大潭海草搭环境生态的现勘。加强勘察以及保育类茶山多杯康酸湖52个点位，至于区健康的无半丛，状况歹的30丛，至于区漂沙阁积年严重，的确会影响到茶山多杯康酸湖的生存。早上现勘的情况是怎么样？双方至少都达成一些，就算不是死亡，大概也都是白化。那这些白化的现象呢，其实就是柴山多杯孔珊瑚在这里可能需要大家来帮忙来救援的地方。环保团体即期大潭海草搭海岸受到三接造港的影响，所涉的沙土一日增加，工程对环境的影响真严重。现勘双方对酸湖生死的定义有更加接近的共识，呼吁中油爱面对工程所造成长期积沙土的影响，唔通道歉。按照环评的承诺，必须要做的调查都有。那每一季我们也召开所谓的生态执行委员会，这个专家学者都有参与其中。中油表示讲，三接工程已经到一个勘站，海上会慢慢稳定。中油公司嘛投入真侪资源，继续来调查研究。若是真正对生态有影响，中油公司一定会负责校对。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为着要来改善环境，咱的政府呢是划出2030年健康台湾，也有2050年净零减碳这个目标。有民间团体是表达诉求，讲其实要有健康的空气，才会有健康的台湾。希望这小土团的发展会当赶紧倒台。民众夜排伫民进党中央党部前抗议，诉求要有健康的空气，才有健康的台湾。希望倒台小土炭发电。有抗议的民众讲，伊的老爸着肺癌，主要的原因就是空气污染。嘛，因为老爸着病，厝内的经济受到真大的冲击。对阮的经济拖磨，对大家心情会拢足无好的安尼。我是希望讲，其实咱有较清气的能源用来做，咱的整个政策会用讲。较节能的部分安尼吼，咱其实毋免互大家家庭拢面对着这种风险。有民团表示，小土炭排出来的废气内底有真侪致癌的物质。因摕国外研究来算，台湾台中火力发电厂的10部机组运作，会造成查甫着肺癌的风险增加14%，查某增加20外%。民团也提出6项诉求。要求政府要管控小土炭排出来有毒的物质。过年的期间，全面停止小土炭，含创新能源效率立法等等。变做歹人，嘛是咱袂引起了竟然。台湾到即阵，阮查会到的，阮请教专家，没有管控，一直只还有上毒的欧盟管控，已经20多年啊。民团甲受害者家属等等，呼吁政府应该要重视台湾的空气品质，替后一代的健康设想，互2050年的净零目标，毋那只是口号尔。记者陈心动、王志光台北报道。继续来关心一件车祸，这是发生在台东市中兴路6段呢。这搭透早的时阵是发生一件这拖帮车，唔知影什么原因驶出车道，结果呢去弄到对面邻家厝的这个车祸。加在迄当阵人一楼是拢无人，不过这个驾驶已经不幸死亡。监视器画面中，驶直线这架拖班车向车头偏离车道，车身出去，直接弄入对面的面体。这个事故发生在初时透早6点外，地点在台中市中兴路6段第9线的公路顶。拖班车弄到面体了后，车头掉在徛在1楼，停伫徛在门口的一台轿车轰弄甲刷要甲4公尺，加在迄阵轰弄的面体邻家拢无伫1楼，所以拢无受伤，但是拢互伊弄到的声惊一条。我想这是地震啊，地震讲得奇怪，地震怎么跟？后面没有什么动静，前面那么大声，蹦一声，我叫什么名啊？爆炸！台东市警消接到报案，前往现场处理。初步调查是一台对高雄开来，载满用太空包包装的土风由南往北驶，唔知什么原因偏离车道并去，大量的土风散一涂骹，驾驶当场死亡。行进间，车辆因不明原因翻覆滑行，冲撞至对向民宅。驾驶人未系安全带，撞击后抛出车外，当场死亡。因为肇事的拖班车车头掉伫面体1楼，无法度请吊车吊，所以警方只好请怪手拖走，马联络车行来处理。详细车祸发生的原因，警方还阁深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2006年台湾灯会是伫嘉义3月初3就会起鼓，这当中呢上届受人注目的，就是甲这世界博览会台湾馆搬起到会场。行政院长倒用台视指出讲，这台湾 Tech World 这个馆呢，伫国际上是受到重视的，所以希望会当分享这份荣耀。我们以连结世界、共创未来美好生活作为主题。去年伫台办世界博览会台湾 Tech World 馆，约入来超过116万人次，伫社群平台讨论度排第5。嘛有网友讲会当感受到未来，大人囡仔拢真介意。即嘛是2026的台湾灯会，嘛要把这个场馆搬倒来嘉义。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参加过世界博览会了，那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参加，有用这么大的一个心思建构一座让全世界看见我们科技力量、自然力量、生命力量的 Tech World 馆。我们找遍了台湾所有的地方，后来我们发现自然剧场它是以玉山为出发点，不然我们就回到玉山，就回到嘉义来。台湾灯会让8年，搁一届倒来嘉义馆，会伫3月初3至15来举办。举办的期间，韩国元宵迄卡刀，
这个场馆要再来甲家己，按算爱开8到10万，不过因为地形甲日本无啥共款，导游提供其实为规划、拆除到重建，等于是一个全新的展览，希望伫个家己连接世界。无法言传啦，只能体会啦。这座馆在日本展出的时候，总共展出了184天，那也被评为是所有的馆藏里面前5位的馆是最好的馆。这个 Old 馆在1月19号进到台湾灯会的现场，在2月28号就会完成搭设。今年的台湾灯会，我们以光越台湾，点亮嘉义为主题，就是希望台湾在世界的光能够点亮嘉义。馆长洪忠良嘛讲，这个场馆会伫3月初1大型开幕式营运，初3至15正式对外开放。希望透过内底的生命、自然，甲未来这3个剧场，后面将好好来体验。院长杜永泰嘛话讲，灯会看煞了后，会倒去国会争取预算。记者综合报道。阮团电信自今年1月开始呢，袂阁再提供纸的这个销单。若准这用户要甲印出来，安尼一期是互人加扣10块。有用户是去投诉讲，这业者呢改契约煞无消费者的同意。因若阮团是指出讲，这项措施就是为着要来推广环保。未来要收到纸本的电话钱销单，需要加纳10块银。既然有消费者最近向消保官投诉，认为阮团电信1月开始的新制度并无合理，因为违反当初和消费者签订的定型化契约内容，无合意。我觉得非常不合理啊！如果是重新订契约的话，那你说我们现在开始要纸本账单就是要10块钱，我觉得这样 OK。林先生表示，伊替时代办2支阮团门号，最近煞向互人停网路，一查才发现时代因为收无纸本销单，唔知影要纳钱，卡去互阮团服务员煞讲，若是爱纸本的销单，大家需要加收10块，这变作是咧起价，互伊无法度接受。纸本账单你应该就是依约履行，你怎么可以片面的说，我不行哦，你现在要用电子账单，如果没有用电子账单的话，我就要跟你收10块钱。这个案件消保官受理调解当中，消保官认为其他的电信业者并无收这条费用，敢若阮团有不当收费的情形。该契约本地就要双方合意，要经过消费者同意。阮团伫坐课进前也无回应。不过官方资讯指出，停用纸本销单是为着推广环境友善，根本费的投入环境保育，对75岁以上的长者甲弱势族群，若有爱印纸本销单的需求，未来收根本费。欢迎鼓励消费者你来申请电子账单，当期或下期就可以减免水费5元，这才是鼓励呀！不过消保官以台电甲台水为例，用户改做电子销单，10个月电费会当减10块银，水费会当减5块。这种拍侪优惠，才会鼓励大家用电子销单。阮团刷电倒饼，对要求提供纸本销单的用户要加收10块，这完全无合理。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确保这鸡卵的卫生甲安全，农业部是预告伫7月初1开始呢，有一定规模的这连锁的餐厅，也是讲饭店，甚至是早顿店，拢爱使用有塑罐买的洗酸卵。有民间团体是提醒讲，因为这洗酸卵呢是有用水先洗过，所以保存的期限就会较缩短。嘛建议店家爱甲卵先冰起来。最近，着禽流感的鸡卵流对部分县市引起社会不安。农业部有预告讲，自7月开始，有一定规模的连锁餐饮业、烘焙业、甲早顿店，也是资本业有到1000万以上的业者，爱使用有喷塑罐买的洗酸卵。针对敢有可能起价的问题，有民众认为讲无要紧，食安较重要。看到讲有起价的情况。其实没差，对，反正都要买。东西真的是靠运气耶，有时候你觉得这一家的品质一般的那个口碑都不错，但是还是会吃出问题。根据农业部的估算，大约有330间公司，超过13000间连锁门市符合立管的范围。有连锁早顿店的业者表态支持新制，嘛当地辅导分店专门用洗酸卵。从2018年。就有这样的政策了，所以在直营门市的部分的话，我们是提早符合这个政策。现在早餐店纳入之后，我们也会尽快的去做转换。有两行指出，洗酸卵确实会比菜市仔线卖的卵价少加1、2成。
照规定洗选卵运送的过程嘛，拢着冷藏。民间团体是提醒讲，市面多数拢是笼仔饲的鸡，鸡卵较高有细菌。虽然洗选卵有用水洗过较卫生，不过天然的保护膜嘛洗掉去，保存期就会较短。嘛建议业者叫卵来了后，要是爱冷藏较安全。不管人工跟过程，它都需要额外的付出心力，所以大概会差10到20% 左右。政府是希望能够溯源。一般来讲，就是笼饲的鸡蛋，它比较容易有一些沙门氏，比较希望能够有这个续选。非笼养的话，比较友善的饲养方式，那只要做到这个一定的清洁就可以了。若小机会是呼吁业者去给应当爱合理，嘛建议主管机关在新制施行了后，调查敢有无合理业关系情形。其实英国学校国军等已经有规定爱用洗选卵，农业部强调新制是在原本的基础来扩大洗选卵的使用范围。新制施行了后，业者若无照规定用有塑原买的洗选卵，上当是罚3万，通照会所处罚。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新北报道。后礼拜有要坐这纽西兰航空的人，千万得爱注意，因为呢，这纽西兰航空是预计要伫2月12到13来大罢工，来回台北的呢是拢总有2个航班拢有取消去。那关公司是统计讲，这受到影响的旅客差不多是230人。另外，这品保协会呢是有来公布今年4月到6月合理的旅行团的计数，这亚洲的团呢差不多是6万桶块开得起来。当年3月到4月，日本樱花大开的季节，总是吸引一个游客甲当地居民去欣赏美丽景致，也有不少台湾民众计划清明连假，也是五一劳动节连假出国旅游。品保协会公布今年4月到6月合理团费介绍，日本九州4国等5日旅游，受樱花大季团费大约38000块到6万外。韩国首尔、釜山等是这7日旅游是16000块到29000块。比赛线8日大约是7万至8万，加拿大10日大约9万到13万，纽澳线9日至13日，计销是落地7万至13万。除了台湾的机票一定会涨价以外，那日本的饭店啊，还有这个交通巴士什么也会涨价。所以说，在樱花季的时候是会比平常的这种团费它多的15%到25%左右。也有不少旅客等袂赴拍算春节过年到出国旅游，也毋过所传出纽西兰航空的客舱座员工，会伫2月12透早返程起到2月13暗11:59分期间要罢工。目前已经知影台北奥克兰航线有2个航班取消。现在旅行社做法是，2月14号赶快找新的经由香港或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希望能找到团体机会，让旅客在农历年期间可以顺利的出发。品保协会表示，旅行社已经启动应变措施，也提醒民众规划旅游的时一定要选择合法旅行社，以确保相关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咱看罗西亚又阁有动作啊！即届呢，因是来发动今年上大规模的空袭，若是破坏乌克兰的能源设备。进前呢，这停火协议嘛拢虎虎的准拄煞。因为这乌克兰这边呢，即马是听讲已经有甲其他欧美的国家有一个共识。若准罗西亚又阁有违规的行为，安尼欧美国家就会协调军事行动。罗西亚伫寒冷的时阵发动空袭，几乎足侪主体、学校、能源设施拢互破坏，千外栋工具拢无烧去。根据乌克兰空军的讲法，罗西亚用71粒飞弹加450架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当地居民伫咧困的时阵，互爆炸声惊精神。即马受到要是会惊，好佳在厝里的4大人拢逃过一劫，不过对未来要是足无望的。Закладені були вуха від удару, я нічого не чула. Дитина була в коридорі, і я коли зайшла сюди в кімнату, от ви все бачите, що відбувається. 顶倒是这场攻击发生的时阵，北约秘书长李德当咧基辅访问，甚至就爱伫空袭警报当中探访防bomb害去的发电厂。这个正前美国总统 Trump 讲的，罗西亚总统普丁同伊的寒冷停火是完全无同。而且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讲，罗西亚又搁欺骗国际社会，利用美国当时停火冷棒、欠炸药，随发动新纪录的飞弹攻击，根本就是无要用外交方法解决冲突。На час дипломатії і такої холодної зимової погоди припинити удари по енергетиці. Було прохання особисто від президента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Ми бачимо, що Росія на це прохання відповіла рекордом балістики. Неповних 4 дні минуло з тижня, про які Росію просили.
也若停火协议失去共识，却表示真遗憾。不过嘛，坦白讲，对普丁的行为是一点仔拢无意外。伊嘛强调，虽然敢若短短一礼拜停火，不过会当减少伤亡，总是好代志。It was Sunday to Sunday, and it opened up, and he hit him hard last night. No, he agreed. He kept his word on that. It's a lot. You know, 1 week is we'll take anything because it's really, really cold over there. 就伫咧美国、罗西亚、乌克兰三方伫咧阿布达比举行第2摆的和平会谈进前，传出乌克兰甲西方国家达成共识，若是罗西亚伫咧未来任何停火协议当中出现持续性违规行为，会有欧洲甲美国的协调军事回应。公视新闻陈伟仁编译。伫咧意大利罗马一个真有名的特雷维喷水池呢，其实有真侪人拢会去到遐来下关。也毋过即摆为着要来控制这人数，市政府是宣布2月初1开始要来收台票75块的参观费。巴洛克风格的特雷维喷泉是罗马地标，也毋过即摆想要沿石腿行落去，挖进喷泉，但经过甲下关，都爱先检票。爱2欧元的参观票。Et pour nous, je pense que 2 € c'est pas grand-chose, et ça vaut vraiment la peine. 2 € c'est。罗马市府指出，这项收费目的是管控人流，也为高招保存提供经费，并伫中昼11点半到暗时10点，拜六早起9点到暗时10点停收。伫4块位远远看喷泉是免钱。I don't have any problems, but I agree. I didn't know that we had to pay, but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Like, there's less people in here, so I think that's good, because if not, there's a lot of people and you can take the pictures and you can stay like time and enjoy. Tourists have to pay for everything anyway, so it's a lot better than it was yesterday. It was very packed, so. 付费会当所改真条，原来更较好的参观品质，大部分游客拢支持，尤其票价100块台票有走。Come on, tell me it's not worth €2. It's worth thousands, if not millions. It's beautiful. 当然，也唔是所有人拢认同，批评公共古迹唔應該設限制。Una cosa proprio fuori dal mondo. Non la condivido e non l'accetto, però purtroppo che dobbiamo fare? Paghiamo e sorridiamo. 也有人認為收錢就愛專款專用，改善環境，打造無障礙空間。Quindi avete messo la tassa, ci sta bene, perché serve per la valorizzazione dei monumenti, però investiamo questi soldi per abbattere le barriere. 根據羅馬市府統計，2024年12月到2025年12月，9000萬人參觀特雷維噴泉，期間拄好拄到天主教聖年，吸引3350名朝聖者湧入羅馬。除了這，羅馬也有5個免費參觀的景點，也開始收門票。收益公益甲公共財之間安怎處理平衡考驗愈來愈濟。公視新聞李義柱編譯。過2禮拜就要過年啊！來看中國這個真出名的大馬中心呢，伊是突襲，甲這側面的馬這紅仔呢天唔着平，煞變做是米脆。這是全球上大的小商品大賣市場。義烏商務城現主是紅公公，是過年應景的產品當咧掛貨。店門口堆zanna山的小紅馬不止啥人，不過詳細甲看，小紅馬表情唔是干那有笑面，閣有米脆的口面。業者講，原本是各樣的產品，人客頭起先講要退，無啊閣無愛退啊，竟然賣了袂歹。很多客戶都喜歡。都在這裡嗎？也說得很有道理，適合當代上班的牛馬精神。然後很多客戶都喜歡，現在還不錯，銷量還挺好。現代社畜辦家袂了，袂輸做牛做馬，嘴仔翹翹的小紅馬，開始反映對現實的無奈，引起真濟共鳴。對應需求的增加，業者決定繼續做米脆的小紅馬，頷頸仔破金鈪仔，目睭刷咧銀，有一種幽悶的氣質。這個趨勢呼應這幾檔因為 Pop Mart 拉布布等角色的流行，帶動買買啊古錐的風氣。這25檔七特米大馬的頭家講真意外。是的，我是非常驚訝。我覺得這個庫庫馬並不好看，但是我們的思想要順着客戶的想法啊，理解啊，就是年輕人的情緒價值啊，是吧？啊，去上班的時候是啊，坐在那裡就是那個狀態，下班了就開心了。不過，每年的經濟依然充滿挑戰。24歲以下青年失業率雖然有減少，嘛也有16.5%。
少年一代就业市场游玩真有压力，比出买红仔会穿起来，就是一种幽默介绍的情绪投射。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下晡晡的天气，所以咱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甲明仔载，台湾各地还阁有平湖、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坐云到好天。西半部的日夜温差大，东部、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北部地区嘛会有零散的短暂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